来继续来看屏东三地门温密的景点海神宫，总有3个人渡水死亡，其中2个是伫个光泥仔庄内底来发现，另外1个是伫个水墙下骹的潭底来找到。讲这3个人是好朋友，拢是高雄人，一个是台电的员工，一个是停车场的管理员，一个咧做工程的。这家属接到不幸的消息，痛哭出声，唔敢相信。 我足快，还阁足故意，伊要伊啊送水惊厝家属烦恼，拢唔敢讲。后生和朋友同齐出去佚佗，刷到最险是妈妈靠家真伤心，无法度接受这个消息。有遐喊的3个拢无半个转来。险是黄先生的太太最近才成功有新大巴肚，另外一位郭先生的太太同款和翁婿感情真好，如今拢等袂到上。 爱的人回来。自开始讲的时阵，我就决定讲要对伊死人。伊真正袂晓想水。结婚多久啊？1年多。我刚1年多而已。救援人员同齐甲人拖上岸，发生伫彰义埔屏东三地门乡海神宫秘境。这件金水事故3个人去吹掉的位置，伫咧海神宫停车场往顶面过行差不多30分钟的所在。其中2个人去看到的时是伫咧光泥水内面，另外1个人是伫咧水墙下底深潭的所在，两位离差不多10公尺。溺水的位置有超过人。 淹水的3位查甫人是来自高雄的好朋友，分别是停车场的管理人员、台电员工，和伫咧做安全工程的。其中黄先生和郭先生，阁是高中同学。新民国好朋友同齐出去耍耍荡，着死劫，和身边的人拢看甲真唔甘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